家好，我係蔡師傅。之前介紹咗啲免費學有津貼嘅課程，今集咧就同大家介紹啲自費考牌嘅課程。喺香港建造學院嗰度咧就睇一個兼讀制課程。入到嚟課程搜尋咧，咁大家會見到啦，咁啊精讀證書課程啦，咁啊呢一類咧就係晚間考中公嘅課程嚟嘅。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啲課程咧，就係喺認受資歷嗰一行嗰度咧，有寫啲政府認受或者係一啲牌照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其實係等於一啲興趣班嘅啫。咁所以報讀課程咁大家要小心啲。咁啊過多兩頁咧，大家會見到啦。咁最多人問咧就係呢個電工 A 牌啦。咁香港建造學院咧咁都有課程去培訓嘅。咁但係之前同大家介紹過啦，呢啲 A 牌咧你係得牌照嘅啫，咁但係你個學歷係冇提升到嘅。因為有一啲學歷嘅課程咧，咁啊其實係包咗考 A、B、C 等等嘅牌照嘅。咁而且學歷咧有一啲公司嘅牌照可以申請啦。例如咧，大家睇翻消防處嘅2級承建商同1級承建商咧，都係需要相關嘅學歷嘅。又或者有啲老友問咧，咁啊持牌水喉匠咧加嘅 QF4 同5嘅學歷課程咧，其實都係等同咗第一部分嘅，所以先提醒大家咁，最好就係提升學歷，咁然之後咧再去考一啲相關嘅牌照啦。咁啊而探測地下喉管呢啲咧就係機電署啦，咁呢個咧咁啊亦都係同機電署有關嘅。而呢兩個取板員咧咁一樣咧係房屋署認受嘅一啲課程嚟嘅。咁啊仲有一啲咧比較通用啲嘅課程證書啦，咁就係呢個模擬協調員嘅證書啦。甚至有一啲咧係模擬經理嘅課程證書啦。咁啊，因為而家繪圖軟件 BIM 咧都好經常性使用，咁啊係屋宇署認受嘅一啲公司牌照啦。咁啊同埋咧小型工程咁啊一個個人牌3級嘅，亦有咧係有關環保嘅課程啦，環保督導員同埋主任啊，咁甚至亦都有安全督導員同埋主任啦。另外仲有勞資關係主任都有得讀嘅。咁建造學院嘅課程咧，對比職業訓練局同埋職業安全健康局嘅課程咧，價錢上咧係算係比較平嘅，所以優先同大家介紹嘅。咁大家咧有啱嘅課程咧就可以報讀去提升自己啦。拜拜。